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奇遇科幻迷。今日呢集係我哋開台第一集，就講下我人生第一本嘅科幻小說衛斯理系列嘅老貓，一隻活咗3000幾年嘅兇猛黑貓，一場經典嘅貓狗大戰，仲有最後嗰個令人細思極恐嘅外星人真相。倪匡喺40幾年前就話外星生命體唔一定係碳基生物，而我就係因為睇完呢本書，成為咗一個科幻迷。如果你都未讀過，或者想重溫經典，就一齊嚟重溫呢個充滿懸疑同哲理嘅故事啦。故事由一宗普通噪音投訴開始。衛斯理嘅朋友投訴樓上成日半夜傳嚟叮叮當當嘅敲擊聲，嘈到佢瞓唔到。上去理論時，見到一個古怪嘅張老頭，一個少女，仲有一隻又肥又大、黑到發光嘅老貓。張老頭表面道歉，隔幾日就搬走咗，但搬走之後，單位入面留低一大片血跡同動物內臟，現場恐怖到連警方都要介入。衛斯理天生好奇心爆棚，一聽到呢件事就覺得好感興趣。佢偷偷潛入咗張老頭嘅新居，點知一入門口就被一隻黑色老貓猛烈攻擊。呢隻貓完全唔似係普通嘅家貓，佢力大無窮，利爪可以找出好深嘅傷痕，好似野炮咁。衛斯理差啲都頂唔住，佢仲喺屋入面發現咗一個奇怪嘅八角形鐵塊，半邊釘滿咗螺絲釘，唔知係用嚟做乜嘅。從呢一刻開始，衛斯理就同呢隻黑貓同埋張老頭結下咗不解之緣。黑貓似乎特別憎佢，多次伏擊，恨不得將佢撕成碎片。當調查越嚟越深入嘅時候，衛斯理發現呢隻黑貓一啲都唔簡單，佢可以輕易殺死一隻警方嘅獵犬，力量同智力都遠超於普通動物。為咗對付佢，衛斯理向愛狗朋友老陳借嚟一頭猛犬老布。老布係純狗專家嘅愛犬，非常勇敢。呢度就係傳書最經典嘅場面，貓狗大戰。黑貓靈活無比，老布兇猛頑強，兩邊打得天翻地覆。老布全身多處重傷，幾乎奄奄一息，但終於重創咗黑貓，令佢斷咗一截尾巴咁逃走。衛斯理將呢截斷尾攞去化驗，結果嚇親佢。呢隻埃及品種嘅黑貓，骨骼切片顯示佢嘅年齡竟然超過3000年。一隻貓點可能生存咗咁耐？背後一定有驚天嘅秘密。黑貓斷尾之後並無消失，反而繼續報復。而衛斯理同妻子白素一齊去繼續追查。白素嘅聰明同細心喺呢個故事入面發揮咗好大嘅作用。最後張老頭同黑貓主動揾上衛斯理，講出咗驚人嘅真相。原來3000幾年前，一個外星人以腦電波形式嚟到地球，本來打算附喺人類嘅身上面嚟執行侵略計劃，點知出咗意外，佢最後附咗響一隻古埃及嘅黑貓身上。因為附喺貓身，佢嘅高級智慧同力量都大大減弱，只能好似貓咁樣生活。過咗1000年，佢曾經試圖組織其他嘅貓去攻擊人類，但徹底咁失敗。從此佢就被困喺貓嘅身體入面，足足活咗3000幾年，有家歸不得。張老頭其實同黑貓都係同類，佢嚟到地球之後，一直想辦法幫黑貓返去自己嘅星球。佢哋用嘅方法好複雜，首先要收集大量嘅電能，因為外星意識需要極高能量先可以同貓身完全分離。佢哋喺不同地方偷偷安裝一啲裝置，將城市電網嘅能量慢慢轉化同儲存起嚟。張老頭每晚叮叮當當咁敲擊，其實就係喺度調校同測試緊呢個能量收集系統。但單靠張老頭一個人進度好慢。關鍵時刻，白素提出咗一個重要嘅建議，利用衛斯理嘅人脈，喺一個偏僻但電力充足嘅地方，臨時搭建一個更大規模嘅能量轉化裝置。白素仲幫手計算能量數值同時間點，確保能量峰值足夠強大。終於離開嘅時刻嚟到，佢哋將黑貓帶到一個隱秘嘅工業區，啟動準備好嘅裝置。黑貓身體突然開始劇烈咁樣顫抖，一團藍色嘅能量光線逐漸從貓頭位置升起，越嚟越光，好似一團流動緊嘅星雲。外星意識慢慢同黑貓嘅身體分離，
黑貓發出低沉痛苦嘅叫聲，能量團越升越高，形狀越嚟越清晰，最後化成咗一道強烈嘅藍光，直衝天際，消失喺夜空深處。黑貓嘅身體變得完全冰冷，變成咗一個空殼咁樣。外星人終於成功離開咗地球，結束咗3000幾年漫長嘅囚禁。不過衛斯理就一度擔心，外星人返去之後會唔會再嚟侵略地球？張老頭保證咗話唔會。佢之後寄咗封信俾衛斯理同白素，講咗一句經典對白：響我哋眼中，地球人太落後啦，同貓冇乜分別。我哋冇理由放棄自己嘅星球，就好似你哋都唔會放棄而家嘅生活，返去穴居時代啦。老貓不單止有刺激嘅貓狗大戰同懸疑嘅追查，佢更透過外星人嘅悲劇，講出咗宇宙嘅浩瀚同人類嘅渺小。我個人覺得呢本書最深刻、最厲害嘅地方，就係倪匡對文明相對性同外星生命形式嘅探討。外星人並唔係因為善良先唔侵略地球，而係因為喺佢哋眼中，地球文明實在太落後啦。張老頭嗰句響我哋眼中，地球人太落後啦，同貓冇分別，聽落好刺耳，但其實係一個好強烈嘅相對主義觀點。先進文明同落後文明之間，唔單止係科技嘅差距，更係價值觀同生活方式嘅巨大鴻溝。就好似現代人唔會跑返去原始森林，同猿猴一齊住洞穴，食山肉一樣。外星人同樣覺得嚟到地球統治人類，等於係自我降級。更加厲害嘅係，倪匡喺1979年寫《老貓》嘅時候，已經大膽提出外星生命唔一定係碳基生物，可以只係一道腦電波，或者係純粹嘅意識形態。而家2026年，好多科學家尋找外星生命，仍然主要用水同微生物作為主要準則，認為有液態水同有機分子就有可能有生命。但倪匡早喺幾十年前已經話俾你知，外星生命可能完全唔需要肉體，可以以能量或者意識形態存在。呢種思想放喺而家都非常超前，甚至比好多主流嘅科幻作品仲要大膽。另外，白素喺呢個故事入面嘅角色都好重要，佢唔單止幫手計算能量、策劃拯救行動，更代表咗人類雖然科技落後，但仍然有同情心同智慧，可以同更高層次嘅存在產生連接。呢一點正正係文明相對性嘅另一面。即使我哋被視為低等，但人類嘅情感同好奇心依然有值得尊重嘅價值。好啦，今集講住咁多先。如果你都讀過《老貓》，或者呢本都係你嘅第一本科幻小說，歡迎留言區分享你嘅感受。你最中意呢本書邊個部分？貓狗大戰定係白素幫手救外星人嗰段？如果中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記得 like、留言同 share。記住打開小鈴鐺，就唔會 miss 咗我哋嘅新片。多謝收聽收睇，下次見。